美国官员说，中国正在把一些维吾尔活动人士的亲属作为目标，用恐怖主义罪名指控他们，同时恐吓其他呼吁人们关注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困境的人士。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努利·图凯尔说，中国政府经常利用海外维吾尔人的亲属作为人质来恐吓和压制活动人士。他援引了最近中国官方宣布以在新疆进行恐怖主义的罪名判处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罗仙阿巴斯的姐姐古利仙阿巴斯20年监禁的例子。努利·图凯尔对美国之音说，许多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他们自己以及仍在维吾尔地区的亲属的安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努利·图凯尔说，根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美国政府应对把揭露中国在东突厥散的虐待政策的美国公民、居民和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个人当作打击目标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于2020年6月生效，作为对中国镇压维吾尔穆斯林的回应。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古利仙阿巴斯。中国官员以证实他的刑期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中共中央卫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琼2月2日与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进行视频交流时发表讲话，呼吁拜登政府推动中美恢复正常交往。他批评特朗普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存在战略误判，强调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碰不得。被看作是中国外事工作最高层负责人的杨洁琼2日在这次与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的视频会晤中表示，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对手，这是犯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杨洁琼呼吁美国政府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国，妥善处理双方的矛盾分歧，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他重申，中国并不寻求取代美国地位，但他也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都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碰不得的。近日有部分小米用户反映手机无法安装谷歌移动服务。对此，小米解答组人员回应称，因合规原因不再支持自行安装谷歌移动服务。据小米社区中多位认证为解答组的人员统一回复称，首先感谢您对小米的支持，小米国内版注意合规原因未预置谷歌服务框架的机型，不再支持自行安装谷歌移动服务。据报道，中国禁止使用谷歌服务。由于美国的制裁，中国的另一技术巨头华为也推出了不支持谷歌移动服务的设备。中国公安机关日前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新冠疫苗的案件，逮捕犯罪嫌疑人80多名。据中国官民新华社昨日报道，江苏、北京、山东等地公安机关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统一部署，破获了一起特大制售假新冠疫苗的案件，逮捕犯罪嫌疑人80多名，现场查扣假疫苗3000余剂。新华社报道称，审讯查明，2020年9月以来，恐幸犯罪嫌疑人等人向玉冠峰注射器组合件注入生理盐水，加工制成假新冠疫苗，并逐层加价销售，谋取暴利。美国、伊朗间一度急剧紧绷的局势，在拜登政府将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撤出波斯湾的情况下，有趋缓迹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昨天表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从美军中央司令部主管的中东地区航行到美军印太司令部掌管的海域。科比并未透露近期是否会派出其他航母取代尼米兹号在该区的位置，但指出美国海军航母数量有限。